哔哩哔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饺子，非常喜欢我自己的作品。哔哩哔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饺子，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国产动画，谢谢。5、4、3、2，都来了吗？渣儿，休得放肆！哎，有必要吗？都敞开了看。这次节目主持由导演老乡倾情加盟。为啥子选择哪吒作为影片的主角？因为我们做这主题筛选呢，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形象了之后，觉得有2个形象是最符合这个主题的，一就是大圣，2就是哪吒。然后大圣呢是田晓峰导演的《大圣归来》已经做了啊，然后我们就选了哪吒了。为啥子让哪吒以天生恶人的背头子形象登场？这个从一开始我们剧情构架的时候就确定下来了。原先的呢，原作当中哪吒呢是灵珠子转世，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因为我们要讲打破成见扭转命运，所以就设计了一个投错胎的哪吒。一开始就是一个魔丸投到他身上，而且是一个必死的结局。然后这样我们观众再来看他一步一步怎么扭转自己的命运，怎么样去打破周围人对他是个魔这个成见。影片后头有很多现代的梗，有没有考虑过观众接受度的问题？有没得压力呢？原来在做之前我还是有些这种负担顾虑，但后来呢是为了做这个我去研究的那个原作《封神演义》，才发现哈，就原作里面，然后包括我最喜欢的那个79版哪吒闹海，这些每一代的哪吒都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就包括原作哈，原作他自己因为是明朝人，那明朝人写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些东西都是他想象的殷商时期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细节哈，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神仙或者武将，到了阵前厮杀的时候用的是双手重武器，而且是骑着马或者什么神兽。但这种情况是绝对在殷商时期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发明马镫。如果他这么去打架的话，他一下自己都会掉下马来。所以呢，我就觉得既然大家都是编啊，那我就没有负担了。影片后头多次强调了命，你认为是啥子呢？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很多这种不同的遭遇，有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就往往觉得好像这就是命中注定，自己就不得不去承受。但是我觉得呢，人总有自己的选择的空间。往往很多时候呢，你只要鼓起勇气选了另外一条道路，而且坚持下去，那结局会大不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经受各种这种命运的考验。就是说，如果说你真正能发现自己内心的自我，然后做了自己觉得不后悔的选择，坚持下去了之后，这才是能够做回真正的自我。这也是我哪吒想表达的。其实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的英雄。那你在指导那个电影的过程后头，有没得啥子遗憾呢？遗憾很多啊，这电影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有的时候呢是觉得可能预算不够，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呢也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就始终想把它做得更完美，但是呢，就总是很难达得到。就包括这一次我们也是有很多可能因为预算啊砍掉一些镜头，因为时间周期啊，可能有些就效果调得没那么细了。或者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能力造成的，对于这个整个剧的理解、节奏的把控这些，但是在拍完之后，我们都会慢慢的进行一些总结，就只能争取下一步能够取得更完美的结果。我们哔哩哔哩国创正在进行一个发掘优秀原创动画的小宇宙新星计划，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年轻动画人说的话吗？从我自身经历来说吧，如果说真正喜欢这一行，喜欢动画这一行，然后选择了它，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打结果，绝不罢休。
有什么想要对哔哩哔哩的粉丝们说的话吗？也非常感谢这么多粉丝对我们的这个动画作品的支持，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瑕疵啊、缺点啊，但受到了大家这么大的肯定和喜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是对我们的国产动画非常期待，非常希望我们国产动画行业能够振作起来，能够崛起起来，所以大家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的分数。但正是因为这样呢，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还不配得到这么多粉丝，这么大的这种喜爱，所以只有说之后我们每一部作品做得更仔细，力求做到更完美，才不辜负大家对我们这种期望。但看着好多评论，我怎么觉得神叨叨的，我都不太看得懂呢？第一，小哪吒的肚子很 Q 弹；第二，小哪吒肚子很 Q 弹；第三，小哪吒肚子很 Q 弹。这个关注点还挺特别的，我当时也没想到有这种结果呀。好关注细节啊！最喜欢的一段是全体龙族抠龙鳞那一段，看着真的感触良多。其实那一段呢，我也是，因为做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做着，还有听着那些配音，我都觉得疼啊。其实我一直在期待金吒、木吒的出场，后来发现没有。哎呀，这个肯定是没有看过原作。原作当中哪吒闹海这一段呢，他这两个哥哥其实都在外地学艺，还没回来。第二集可能会出现的。电影真的超赞，我被蚊子叮了一身包，结束呢才反应过来。看得太投入了吧？踢毽子吗？玩命的那种。这没办法呀，这就是父母对培养小孩的付出啊。其他作品：东海龙王、魔童降世、开水龙王。这个还对仗的挺好的耶。东海龙王、开水龙王。是说底下的那燃气炉生了火，把上面给烧开了吗？渣儿是什么鬼？让金吒木吒情何以堪？还不如叫哪儿呢？主要是金吒木吒太大了，不适合叫渣儿了，可以叫金儿和木儿。哇，不是可爱的女装大佬有点可惜。这什么鬼啊？什么意思啊？搞不懂。之前打个大西瓜后头，飞行员用鼻血助推的梗，那次也出现在了电影抢鼻的桥段后头，是不是在致敬原先的自己呢？也是，因为呢还有个关系是觉得之前支持我的那些粉丝呢，也一直都很多还一直在等待着我下一部作品，所以呢做到这个桥段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期待的一个回馈吧。完全解开乾坤圈的拉抓跟敖丙相比起来，哪个更凶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奇妙。我们用科学点的方法呢，还是用感性一点的方法呢？其实如果说用逻辑来推理的话敖丙是比哪吒要强。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龙族的血统，龙是本身就比人要强的，所以再加上灵珠的和他这个叠加，他就比魔丸要更强了。但是呢，魔丸有一个特性，魔丸呢是暴力，他非常的什么呢？这种张狂，不留任何余地，有这种杀戮之心。他这种进攻性是完全强于灵珠的。灵珠这种呢，主要是这种比较什么温文尔雅这种特色，所以但是从这特性上来说呢，这灵珠又逊了一筹。如果真的是两个对攻的话，然后我们片中为什么哪吒最后的反攻是胜了敖丙呢？是因为敖丙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亏心事，他其实信念是不坚定的。但哪吒这个时候是所有的力量都用来对抗敖丙，所以说他心里面没有任何顾虑，而且一瞬间就抓住了敖丙那个一愣神儿的功夫，就绝地反击了。龙王盘的那根柱子就是定海神针啊！哎呀，这什么都被你们看透了呀！
你的外号啷个从巧克力变成了饺子呢？以前做大西瓜的时候是巧克力，然后呢之后呢，我创业了之后，我就把我的名字一分为二，我用饺子这个名字，然后公司用巧克力那个名字。但巧克力动画我发现网上已经有了，注册了，然后我就改成了可可豆动画了，这么回事儿。那一开始为什么叫巧克力了？是因为巧克力哈，我是觉得这种少有的吃了之后，不仅好吃，而且对人体还有好处的食物是很少的，有这种食物，一般好吃都是垃圾食品。我希望做出的作品也是这样啊，又好吃又对人有好处。然后后来只是巧克力又觉得太西式化了，我就巧克力中西合璧。那抓接下来还会有续作吗？肯定有了，大家喜欢就一定会有。咦，没得了，没有才怪！还生怕弟弟的一点也没得意思噻，要不然全部放了算了。电影后头敖丙的蛋是从哪儿来的呢？问得好，我们正在做敖丙的一个自传的动画，不对，漫画，敖丙小传的漫画，就看这一年间哈，敖丙是怎么的由来。那龙族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蛋呢？这是天庭查户口的时候藏起来的一颗蛋，因为当时天庭让龙族镇妖的海底妖兽之后，设下这个镇妖镇妖的这个阵法嘛，让龙族去守护。这个是调查了有多少条龙的，每一条龙都不能少，都不能离开这个阵法。一旦离开了之后，这阵法一松动，下面的镇妖的那海妖就都脱狱而出。但是当时龙王呢是很不容易藏起了一个蛋，所以说后来申公豹知道这个消息了之后，才跟龙族达成了这种交易。他也知道龙族呢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阵法，所以说必须仰仗他。这个时候两个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结束了吗？等信号。所以那个信号到底是啥子呢？我也不知道。